你们几个注意哈，不该讲的别乱讲，被我发现，我就立刻终止会面啊！坐下。会面开始。我早久无看到你啊，你有变较瘦哦。有传你介意食的鸡肉，我有摕过来。你是毋是无欢迎我来看你啊？无，咱拢无笑了。你最近有好无？阿小敢有好？我甲阿叔伫街仔顶悬有设一个单位，阮着用手工做一寡查某囡仔的鱼糕、破链，像你问阮怎做，都可以得过。根本就辛苦的。钱赚无济，不过真自由自在，阮拢真好。今仔日是建伟陪你来哦。我甲建伟无法度斗阵，阮两个人的想法差伤济啊。